大家好，我叫 Connie 啊，今日要同大家分析一家即將喺香港上市嘅重磅新股31重工06031。呢間公司係中國最大、全球第3嘅工程機械企業，混凝土機械連續14年蟬聯全球第一品牌。最近佢要嚟香港上市啦，集資最多123億港元，到底值唔值得投資呢？讓我哋一齊深入分析。首先嚟睇下31重工嘅背景。呢間公司成立於1994年，創辦人係梁允根。佢喺2022年退任董事長，但係仍然係公司嘅非執行董事。31重工喺2003年就已經喺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啦。A 股代碼係60003U，目前市值超過1900億人民幣。更嘅利嘅就係按照2020到2024年核心工程機械產品嘅累計收入計算，31重工係全球第3大、中國最大嘅工程機械企業。公司有超過25000名員工咧，產品已經銷往全球150幾個國家同地區，可以話係真正嘅國際化企業。31重工嘅市場地位非常之穩固，喺全球工程機械企業中排名第3，僅次於美國嘅卡特彼勒同日本嘅小松。喺中國市場，31重工係當之無愧嘅第1名。更值得驕傲嘅係31重工嘅混凝土機械連續14年蟬聯全球第一品牌，呢個成績非常之了不起。公司嘅產品參與咗好多全球標誌性項目嘅建設，譬如港珠澳大橋、倫敦奧運場館、迪拜塔等等。產品銷往全球150幾個國家同埋地區，呢種全球化嘅佈局為公司帶嚟咗穩定嘅收入來源，亦都分散咗單一市場嘅風險。咁嚟緊睇下31重工嘅盈利模式啦。公司主要有5大核心業務嘅，我哋嚟睇下2024年嘅收入結構。最大嘅業務係挖掘機械，佔總收入嘅38.7%，收入超過303億人民幣，而且喺國內市場佔有率排名第1。第二大業務咧係混凝土機械，佔18.3%，收入143億幾。呢個業務最勁，連續14年蟬聯全球第一品牌，而且喺電動化方面咧領先全行業。2024年電動攪拌車嘅銷售額首次超過燃油攪拌車，呢個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第三大業務係起重機械，佔16.7%，收入131億幾。31重工推出咗全球最大噸位嘅全地面起重機 SAC 24000T。技術實力非常強，另外仲有裝工機械同埋路面機械等業務。可以睇到31重工嘅產品線非常之齊全，呢一種多元化嘅業務結構可以有效分散單一產品嘅周期性風險。31重工最大嘅亮點就係國際化戰略。2024年國際市場收入佔比達到64%，超過467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2.15%。呢個意味住海外市場已經成為公司最主要嘅增長引擎。更驚人嘅係，從2020年到2024年，國際業務收入從141億暴增到485億，年複合增長率高達36%。呢個增速非常之驚人。同期咧，海外收入佔比咧亦都從35%咁樣大幅提升到64%。呢種國際化佈局咧就有幾個好處：第一，分散單一市場風險；第二，海外市場嘅毛利率通常比國內高，可以提升整體盈利能力；第三，減少對中國市場嘅依賴。當國內市場低迷嘅時候，海外市場可以彌補。目前31重工嘅產品已經銷往全球150幾個國家同埋地區，參與咗港珠澳大橋、倫敦奧運場館、迪拜塔等標誌性項目嘅建設。我哋嚟深入睇下最大嘅業務板塊挖掘機械。2024年呢個業務收入超過303億，佔總收入近40%。而且喺國內市場佔有率排名第1。31重工嘅挖掘機有幾個競爭優勢：第一，產品線非常之齊全，從細型到大型全覆蓋，可以滿足唔同客戶需求；第二，技術領先，燃油效率同埋智能化水平都好高；第三，喺電動化方面走喺前面，電動挖掘機嘅市場佔有率領先。未來嘅增長動力來自幾個方面，國內基建投資加大會帶動需求。海外市場特別係東南亞、印度、非洲等嘅新興市場增長好快，仲有產品升級，譬如推出大型礦用挖掘機進入高端市場嘅。
混凝土機械係3一重工嘅王牌業務，呢個業務連續14年蟬聯全球第一品牌，可以話係混凝土機械界嘅勞斯萊斯。2024年呢，收入143億幾啊，佔比18.3%。3一重工嘅混凝土泵送技術全球領先，創造咗多項世界紀錄，譬如最高泵送高度、最遠泵送距離等等啦。呢啲技術俾3一重工能夠參與全球最具挑戰性嘅項目，好似港珠澳大橋、迪拜塔呢啲標誌性建築，都用到咗3一重工嘅混凝土機械。更加重要嘅係3一重工喺電動化方面領先全行業。2024年，電動攪拌車嘅銷售額首次超過燃油攪拌車，呢個係一個歷史性嘅突破。而且電動攪拌車已經連續4年保持國內市佔率第一。公司仲推出咗40幾款電動產品，包括電動泵車、電動起重機等等。電動化轉型走在行業最前面，呢個唔單止符合全球綠色發展嘅趨勢，亦都為公司帶嚟咗新嘅增長點。我哋嚟睇睇市場前景同埋競爭格局。好消息係，工程機械行業正在迎來週期性拐點，經過幾年嘅低迷期，2024年開始企穩回升，2025年預計會有更好嘅表現。全球嚟睇，基建投資力度喺加大，特別係亞太地區、非洲同埋中東市場。中國工程機械市場規模2024年約8766億元，2025年預計達到9100億元。喺競爭格局方面，全球市場主要被幾大巨頭佔據，美國嘅卡特彼勒、日本嘅小松、美國嘅約翰迪爾。但係3一重工同埋徐工機械已經成功躋身全球前10，打破咗海外企業嘅完全壟斷。3一重工嘅競爭優勢喺邊度呢？第一，技術領先，多次獲得國家級獎項；第二，品牌知名度高，混凝土機械全球第一；第三，國際化程度高，海外收入佔比64%；第四，產品線齊全，可以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未來嘅市場機會主要嚟自3個方面：一帶一路完善國家嘅基建需求、新興市場嘅快速增長，以及電動化同智能化轉型帶嚟嘅新機遇。財務表現方面，2024年3一重工交出咗一份亮眼嘅成績單，營業總收入783.83億元，同比增長5.9%。更加重要嘅係歸母淨利潤59.75億元，同比大增31.98%。呢一個利潤增速遠超收入增速，說明公司嘅盈利能力喺提升。經營活動現金流亦都大幅改善，達到148.14億元。現金流係企業嘅血液，現金流改善說明公司嘅經營質量喺提高，回款情況良好。睇盈利能力指標，主營業務利潤率高達26.81%。呢一個喺製造業中係相當唔錯嘅水平。總資產淨利潤率3.46%，成本費用利潤率16.92%，營業利潤率13.69%。呢啲指標都顯示公司有良好嘅盈利能力。目前 A 股市值1906億元，市盈率 TTM 係25.25倍，處於相對合理嘅水平。過去5兩週股價喺15.23到24.05蚊之間波動，目前接近高位。我哋嚟睇下歷史趨勢。2020到2021年係3一重工嘅高速增長期，但係2022到2023年進入行業調整期，受到疫情同埋房地產市場低迷嘅影響，業績出現下滑。不過好消息咧係2024年3一重工築底反彈，經歷咗2022到2023年嘅寒冬，3一重工終於喺2024年回暖咗，就好似春天咧嚟啦，花兒都開啦，淨利潤大增32%，顯示公司已經走出低谷。更加令人期待嘅係，分析師預計2025年3一重工嘅利潤有望同比增長46%，創下4年嚟嘅新高。呢個預測係基於行業週期上行、國際業務持續增長以及公司競爭力提升等嘅因素。重點嚟咗，3一重工即將喺香港上市，我哋嚟睇下 IPO 嘅詳情。招股期係10月20到23日，預計10月28日正式掛牌。公司計劃發行5.8億 H 股，招股價介乎20.3到21.3港元，集資最多123.6億港元，一手200股，入場費4303港元。
對散戶嚟講仲算友好㗎。H 股招股價較 A 股折讓13.1%到17.2%。換句話講 ，A 股相對 H 股有15%到21%嘅日價，呢個折讓幅度中等，唔算特別大，但係亦都有一定吸引力。最值得關注嘅係基石投資者陣容，總共23家機構投資咗7.6億美元，包括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香港知名基金惠理、瑞銀資產管理、上海高毅、瑞遠、香港景林等等。呢個陣容非常之豪華，顯示機構投資者對三一重工嘅信心。基於以上分析，我俾三一重工嘅投資評級係買入，但係要謹慎樂觀。根據分析師共識，目標價區間喺21.50到30蚊人民幣，平均目標價約25蚊，相對目前 A 股價格22.50蚊，有約6%嘅上漲空間。咩樣嘅投資者適合買入呢？第一，長期價值投資者睇好中國工程機械行業長期發展同埋公司國際化戰略嘅。第二，週期股投資者認為行業已經築底回升，願意把握週期拐點機會嘅。第三，成長型投資者睇好公司海外市場擴張同埋電動化轉型潛力嘅。投資策略方面呢，我有幾個建議。第一，分批建倉，唔好一次性全倉買入，因為行業有週期性，分批買入可以降低風險。第二，可以關注 H 股 IPO 機會 ，H 股較 A 股折讓13到17%，如果中籤可以考慮持有。第三，建議喺20蚊附近設置止損位，控制下行風險。第四，呢個係一個中長期投資機會，建議持有1到2年，把握行業週期上行同埋公司國際化嘅紅利。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唔好睇到全球第三就興奮得忘記風險喎。我哋嚟睇下三一重工有邊啲主要風險。第一，行業週期性波動風險。工程機械行業受經濟週期影響好大，雖然而家處於週期拐點，但係復甦嘅力度同埋持續性仲有不確定性。第二，市場競爭風險。全球市場要面對卡特彼勒、小蟲呢啲國際巨頭嘅競爭，國內市場都有徐工機械、中聯重科等強勁對手，價格競爭激烈。第三，匯率波動風險。國際業務佔比超過60%，匯率波動對財務表現影響好大。如果人民幣升值，海外收入換算成人民幣就會減少。第四，原材料價格波動風險。鋼材等原材料價格波動會直接影響生產成本同埋利潤率。第五，地緣政治風險。國際業務擴張會面臨貿易摩擦、關稅壁壘等問題。部分海外市場嘅政治經濟唔穩定都係風險。第六，轉型進展不及預期風險。如果電動化、國際化嘅進展不如預期，會影響公司嘅長期競爭力。好，我哋嚟總結一下，三一重工係一家非常之有實力嘅工程機械企業，全球排名第3，中國第1。混凝土機械連續14年蟬聯全球第1品牌。公司最大嘅亮點係國際化戰略成效顯著，海外收入佔比已經達到64%。2020到2024年年複合增長率高達36%。呢一種國際化佈局唔單止分散咗市場風險，仲提升咗盈利能力。財務表現方面，2024年淨利潤增長32%，走出咗2022到2023年嘅低谷。分析師預計2025年利潤有望增長46%，創下4年嚟新高。喺技術創新方面，三一重工嘅電動化轉型走在行業前列，電動攪拌車銷售額已經超過燃油攪拌車，呢個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目前工程機械行業正處於週期拐點，企穩回升嘅趨勢比較明顯，呢個為三一重工提供咗良好嘅增長環境。我嘅投資建議係適合中長期價值投資者，建議分批建倉，設置止損，可以關注 H 股 IPO 機會，持有期建議1到2年。當然亦都要注意行業週期性波動啊、匯率風險啊、地緣政治風險等因素啦。好啦，今日關於三一重工嘅分析就到呢度。如果覺得呢個視頻對你有幫助，請記得點讚、訂閱、分享俾更加多朋友。投資有風險，決策需謹慎，大家要根據自己嘅情況做出判斷。我哋下期再見，拜拜。